歡迎大家翻嚟我嘅 channel 睇我呢條片咯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嘅片嘅話，麻煩幫手撳個 like 或者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各位。呢條片係去位於千葉縣千葉市千葉縣立青葉之森公園睇紅葉。我係搭 JR 電車嚟到呢個千葉站，喺東邊嗰個出口搭扶手電梯落去2號站牌嘅巴士站，搭呢個川戶線巴士搭10個站，個車費呢就係250 yen 一程嘅。落咗巴士之後呢，就會見到呢個牌啦。咁喺呢個牌大概行8分鐘呢，就會去到青葉之森公園啦。青葉之森公園呢，係千葉市入邊一個大型嘅縣立公園，咁佢佔地大概係53.7公頃，大概係3個維多利亞公園咁大咯。咁呢個公園入邊呢，唔同位置都擺放唔同嘅雕像咯。根據網上嘅資料顯示咧，呢個雕像咧就叫做元京三，係由藝術家土田隆夫創作嘅。
咁呢度擺放咗一個叫做犬之師嘅雕像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西式庭園啦，後邊嗰棟建築物呢，就叫做青之森公園藝術文化會堂啦。咁呢個公園入邊呢，每行一段短距離咧，都會見到一個雕像。咁呢個雕像呢，就叫做時間的流逝與人們的旅程。個作者呢，就係藝術家酒井良。咁我繼續行入啲，睇下邊度有紅葉睇咯。咁喺呢一日我參觀呢個公園嗰陣時呢，好多位置都睇到好靚嘅銀杏黃葉嘅。
咁睇翻網上嘅資料顯示咧，呢個雕像咧就叫做家族之肖像一，係由藝術家鈴木實創作嘅。咁呢個位置咧都見到好靚嘅紅葉啦，同埋黃葉嘅。咁由於日本已經進入咗秋天啦，咁日落嘅時間呢，大概4點至5點呢，就差唔多天黑噶啦。咁大家都見到好多雀仔呢，都趕住返屋企啦。又影下我最中意影嘅日本公眾電話亭啊！太陽都差唔多落山啦，亦都係時間返屋企啦。咁就沿住之前入嚟公園嗰條路，相反方向行返出去咯。搭返相同嘅巴士，以相反方向返去千葉站啦。我係喺京成千葉站搭返呢個京成千葉線返屋企嘅。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看我嘅片，多謝大家。